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言是千变万化，毋值得造化。伊的意思是讲，毋管人有偌厚、偌有才调，神通搁较安怎讲大，嘛比袂过命运的安排。就亲像有人拄出世，父母就甲伊一世人的食穿拢款好势啊！出门嘛毋免惊吹风晒日头，拢有司机在接送。无论啥物代志，是大人若安排，好康的就拢伊的啊！以上感谢收听。